摇晃着转，我就像太极端，和别人一模样，大的心里飞过弯，两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还给你，把微笑当作信，却怎么也抓不住你。路口上，一个心呀转呀转，我就像太极端，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却怎么也抓不住你，我对你爱不完，我对你恋到永远。So we love tonight， 你丝丝点点碎碎去面对，对你爱不完，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原本就是这么难。谢谢。好，谢谢大家，盛家堂。我是苏敏啊，不是郭富城啊，郭米恩，感觉跟郭巴是好朋友。我下次要叫，下次我们一起逼那个王红好不好？因为他的偶像是 Michael。我看他唱什么，黑白吗？不会啊，他永远都是黑的啊。不知道他比我不知道在不在？好，今天要呼应这个主题，所以今天要带来接下来是我的政见发表时间。大家好像搞到碰到政治就很沉闷，不要这样，我们是关心社会，好不好？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是一个我自己在部落里面写的一首歌，这样。可能有人很不习惯我在夜店咖吧，然后返璞归真啊，现在拿不吉他了。有声音吗？有。好。因为最近东海岸纷纷扰扰，然后有一首歌叫做《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
这首歌其实是因为有人要来开发啦，但是我觉得原住民我们自己也可以自己开发自己啊，人家都有办法潜能开发的。我觉得如果有没有什么方式是我们可以自己寻找我们自己的发展的模式这样。盖意大利的房子或盖那个西班牙那种地中海的房子我们不会，所以你要盖这种房子我们盖不起来。但是你要盖茅草屋我们会，我们专业的。你要冲浪我们不会冲浪，真的对不起，我们也很想学呀。但是你要玩竹筏我们是专业的。但是如果这些文化能不能好好的应用，你要盖那个地中海的房子可以盖嘛，但是屋顶改成茅草屋可不可以？或者是茅草屋可以就很符合大家的需求。如果我要盖整个都是茅草屋的话，我一定是无障碍设施加上 WiFi。这样有没有？这样就部落的人就有工作机会啊，而且用自己的方式来发展。我是这样想的，但是这个梦想不知道还有多久才能实现。不过我可以先唱歌，唱这首歌啊，希望大家都很爱我们这片很漂亮的东海岸的。唱这首歌，别在多远的土地上，轻声说着你爱我。歌声从来没有停过，快乐续听。不知以后有谁带来问候？烦恼太多，呼啸而过，由我来保守。别在独揽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有机会去看这首歌的 MV 里面的我很帅，跟本人不太一样，而且我还找到那个7-Eleven原本的小姐水獭跟我演杜兰篇的西域人妻。没有，大家好，我是苏玉胜。好，继续听歌，评估一下。海风吹过，树影婆娑，歌声从来没有停过，快乐说，不知以后有谁带来问候？烦恼太多，呼啸而过，由我来保守。别在独揽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别在独揽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
说出口。这是证件发表1哦。刚刚上一场想到我的阿公最近在盖那个茅草屋哎，我们叫打炉案嘛。对，我准备要去跟他学了。前阵子去阿公那边犁田，你们真的是犁田哦，可是看骑摩托车跌倒。因为我生出来就是歌手，没有做过两次。开玩笑，小时候不喜欢做啦，好吧，我承认。但是长大之后，觉得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回忆，所以就跑回去跟阿公去犁田了。然后最近想要种野菜，我问我妈妈说野菜能不能种，我妈妈说野菜就是野菜呀。但是我想要尝试3次都可以种了，所以还是逼着我妈妈跟我一起去挖，因为不知道野菜的种子长什么样子，就因为菜市场也买不到，就去挖那个野菜苗的。然后跟下一首歌没有关系，因为这首歌叫《不要乱丢垃圾》，这是新的作品啊，还没有放在专辑里面。那如果现场有跟环保局还是环保署相关单位有认识的，这首歌很适合当主题曲。我也想要试试看，在多良国小每天放学之前放这首歌。证件发表2，不要乱丢垃圾。对不起，我想喝水。我敬大家。这是水，真的是。好大瓶。好不好了？新歌发表很紧张，大家有弹错的地方请多多见谅，呼吁大家不要乱丢垃圾。我过得快乐，也欢迎你来这，但不要乱丢垃圾，让美好的事继续留在这，因为我要你爱我，不要乱丢垃圾。我要你爱我，要爱我，好，不要乱丢垃圾哦。好，真的吗？真的。后面的听到了没有？不要乱丢垃圾哦。你心中有点苦涩，想聊聊天寻找快乐，但不要乱丢垃圾，让美好的事继续留在这，因为我要你爱我，不要乱丢垃圾。我要你爱我，爱我，我要你爱我，不要乱丢垃圾。我要你爱我。谢谢。好，接下
下来我要欢迎我们部落的年轻人，目前，然后他们今天我也特别把他们带来这边跟我一起表演，因为这几年都要教他们一些音乐，然后也希望他们透过音乐的话，也可以找到一些方法抒发，即便不是当成工作，也可以当成兴趣，然后抒发自己的一些心情，甚至于创作啊。没想到他们越做越好，听说里面有一位还拍过电影。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不知道没关系，知道我就好。免得他会太骄傲。然后都是部落的弟弟，然后一群人，然后也写歌给他们，然后也让他们自己练习创作。然后今天有一个，算是小小的成果发表，表演的时候，我觉得跟我一样啊，刚开始都会紧张，希望大家给他们多一点的鼓励，好不好？让他们觉得他们真的是巨星、偶像，他们可能越唱越嗨，对不对？你也鼓励他越嗨，忘我，然后到欧门，我们就欢迎部落的年轻人。介绍一下主唱云海。和声加好，可以哦。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哦。好，不要吵我的场，不要回来，我要看到还是这么多人。今天没有中场休息哦。好，大家只要上厕所就好，不要离开啊，好不好？然后就给弟弟们加油。好。大家好，我是吴元凯。大家好，我是胡家豪。第一首歌是我跟署名一起合作的《你说的话》，谢谢。站在窗边望着人来人往的街，送的笔写着对你说的思念，就这样望着窗外，让回忆留在脑海。你说的话，我都在脑海，如何忘掉？你说的话，我全都如此明白，过去不重来。有一点干。站在窗边望着人来人往的街，用你送的笔写着对你说的思念，就这样望着窗外，让回忆留在脑海。你说的话，我都记在脑海，如何忘掉？
欢迎叶振中、孙念婷。大家好，我叫叶振中。我叫陈立。当然，这首歌是《模糊微电影》的主题曲，最靠近太阳的地方。想着望着看着我背着吉他唱着着你最熟悉的歌声，在天空下的阳光就不照的时光，想念我们的歌声最靠近太阳的地方，最靠近。是我们有好多梦想寄托在这片海洋，因为那海浪不停拍着我们的海洋。哦，海哟，海洋，海洋，哦，海哟，海洋，海洋。最靠近太阳的地方，最靠近太阳的地方。最靠近太阳的地方，最靠近海洋的月亮，最靠近海洋的太阳，最靠近海洋的月亮。最靠近海洋的地方。谢谢。欢迎我们最坚强的阵容，巴嘎鲁曼。快点啊！一起。那个，阿鲁奈，我今天来到，我要讲一个笑话，小黄那个，我有一天，我林凯走在路上，我跟那个林凯走在路上，然后我无聊了就问他一个问题，林凯，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地瓜在哪里吗？在哪里？就在土里。你看一下。勇气，勇气。好啦，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自己写的歌，就电影最靠近太阳的地方的插曲，叫《呐喊》。掌声。
唱唱整个世界。披上外套，说再见。纷纷扰扰无数个结，不管刮风大雨，牵着你，给你的向前走，那个人就是我。哦咿呀，哦咿呀，哦咿呀，哦哎呀，哦咿呀，哦咿呀，哦咿呀，哦哎呀。不管刮风大雨，牵着你，给你的向前走，那个人就是我。哦咿呀，哦咿呀，哦咿呀，哦哎呀。哦咿呀，哦咿呀，哦咿呀，哦哎呀，哦咿呀，哦咿呀，哦咿呀，哦哎呀。哦咿呀，哦咿呀，哎呀，哦哎呀，哦咿呀，哦咿呀，哎呀，哦哎呀。哦咿呀，哦咿呀，谢谢。接下来这首歌叫《今天的日记》。怎么了？日记。今天晚自习有点不相信，只好跑到朋友旁边的家里，以保险书籍聊一聊几句，就会想到你，你会在哪里？我找不到你，Facebook也没有你的消息，就在寂寞里，我想唱一句。我好想你。哦呦哦呀，哎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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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哦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哦呦哦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哦哟哦呀，哎呦哎呀，哦哎呀哦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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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哦呀。今天晚自习有点不相信，只好跑到朋友阿明的家里。以保险书籍聊一聊几句，就会想到你，你会在哪里？我找不到你，Facebook
不可也没有你的消息。哪里？我想唱一句，我好想你。哎呀，哦哟哦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哦哟哦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哦哟哦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哦哟哦呀，哎呦哎呀，哦哎呀哦呀，哦哎呀哦呀，哦哎呀哦呀，哎呀哦呀，哦哎呀哦呀，哎呀哦呀，哦哎呀哦呀，哎呀哦呀。今天的日记少了一个你，是否你也像我一样想着你？